他已经从中间就是中途下去了。事后我们才了解到，那天刘翔提前下车的原因就是已经直接从另外一个门去这个在奥运村里面的医院去进行一个 CT 的拍照。晚上10点半，在电视机前，刘翔和史东鹏共同见证了牙买加闪电博尔特9秒69男子100米新纪录的诞生。此时，当我们试着去揣测刘翔当时的心情时，矛盾可能是最恰当的概括。刘翔期待着奇迹在自己身上重现，但也有隐隐的不安。这是我们在从2000年到现在一直拍摄刘翔，这么可以说记录了刘翔所有的重大国际国内的比赛，他没有一次是朝着终点的反方向行进的，第一次。8月18号晚上11点，因伤退出奥运会11个小时后，刘翔终于走出了奥运村内的房间，向观众吐露了心声。挺不容易的吧，反正自己也盼了这么多时候了。从申办奥运会开始之后，特别是上届我又是拿冠军，反正就想在家门口自己能够发挥，也不是说一定要拿成名次，就觉得能够发挥出自己水平就可以了，不要留什么遗憾。但是确实脚实在是不行，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或者谅解我吧。就觉得刘翔的这个选择我们应该尊重呢。奥林匹克在追求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卓越的同时，也带来了分享。我们在以往都分享了刘翔太多的荣誉，那么在他伤病的时候也应该来分担痛苦。毕竟奥林匹克最终传达的是对人性的赞美。其实奥林匹克不仅仅存在在比赛场上，它其实应该真正的存在，留在人们心中。一个运动员没有一个运动员不想出现在奥运会上，因此我觉得对于刘翔的这个选择我们应该尊重。从雅典奥运会夺冠到北京奥运会的退赛，人们对刘翔的期待从巅峰一下子坠入到了谷底。但是仔细想想，不难发现，在人们可以任意的猜测、臆断甚至谩骂过后，作为运动员的刘翔却要自己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痛。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理解的声音多了，宽容的声音也多了，刘翔新一轮的康复也开始了。奥运会后，刘翔回到了上海的家中，位于深东路的田径馆成了他每天都要去的地方。在这里，在没有媒体疯狂追逐的地方，刘翔开心地进行了身体机能的训练。他像个邻家男孩一样，随意骑着自行车，在训练基地里自由地穿梭。当时有一位美国的脚部的医疗专家在上海华山医院做这个巡回的医疗讲座，他对刘翔的脚给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还想继续在跑道上跑的话，我建议你去做手术。如果说手术彻底根除掉的话，可能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此刘翔就去美国进行了一次美方专家的会诊，因为美国的这个克兰顿医生是这个姚明所在的休斯顿火箭队的一个队医，他是美国的这个脚踝手术的专家，有大量的运动员的脚踝手术都是克兰顿医生在主刀。当时克兰顿医生承诺中方团队，就是说我保证100%刘翔的手术成功。12月3号，刘翔在教练、母亲等5人陪同下前往美国休斯顿的赫曼医院。3天后，大洋彼岸传来了刘翔手术成功的消息。
we felt that he did very well through the surgery. It was exactly what we had anticipated finding, and I think that his prognosis for running in the future is quite good. When we saw Liu Xiang coming back to the room, and I talked with the doctor, and what he told me that was really a big relief. So we wer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very successful surgery. 应该讲，就是他家人啊，包括亲戚朋友都知道，都非常高兴。当时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这个就是主治医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就对着所有的等候刘翔的那些工作人员、教练，还有这个随行的人员来打了一个 V 字的手势。当时孙海平教练也是非常激动，而且热泪盈眶。他觉得可能手术的成功是他重新踏上跑道的一个新的开始吧。而最关键的，也是最让大家放心的是，手术消除了困扰刘翔跟腱的隐患。取掉了这个跟腱末端的3个钙化点的同时，还取掉了一根骨刺。那么这根骨刺呢，是在中方的 CT 这个拍照和这个在美国的拍照都没有发现这根骨刺，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取掉了，就是说彻底的拿掉了困扰他这个跟腱的一个隐患。用主刀医生克兰顿的话说，刘翔术后恢复的过程快得惊人。而在这个过程的前前后后，很多人都给予了刘翔关心和帮助。同在休斯顿的好友姚明就经常去探望刘翔。